大家好啊！呢段片講下咩叫魅力。我諗好多人都對呢個 topic 有興趣，想自己有魅力啲啊，有吸引力一啲啊，大家中意你多啲啊咁。嗱，咁我講個壞消息俾你聽，呢個世界冇所謂魅力，魅力係唔存在，唔係一嚿嘢，佢唔係電咁樣，有啲魅力唔係一係有一係冇，唔係天生就有，或者你天生係一定冇。魅力係一個結果嚟嘅，係你做一啲嘢嘅結果嚟嘅咁。嗱，分兩個層次講。如果你想係一般受歡迎，身邊嘅人咧就覺得你好好啊，好中意你咧，喺呢個層面嘅魅力咧，其實好簡單。嗱，聽住咯，只要你做到對方覺得你比佢好，你唔需要佢，但係你中意佢，你做到呢三件事咧，對方就會覺得你有魅力。嗱，我再講多次，你高級過佢，高檔過佢，你唔需要佢，但係你中意佢，三個因素缺一不可。嗱，我哋試下缺乏一個啊，譬如你需要佢嘅，你一個大有錢佬，但係你需要佢，如果唔係咧，你單嘢會和咗嘅。跟住你表達出好中意佢，佢會覺得你係咩咧？你淨係想揾個笨啫嘛，死資本家。譬如個社會階層低過你嘅人，咁咧其實佢亦都唔需要你嘅，但係佢走過嚟咧就好想同你做朋友，覺得表達出咧對你好有興趣，好中意你。咁你會覺得點咧？你會覺得咦？最後一個唔需要你嘅人，一個比你有錢、比你好嘅人，但係咧佢唔中意你，你會覺得佢係咩咧？仆街！你唔會覺得佢有魅力。所以嗱，只要你做到，你令到佢覺得你比佢好，你令到佢覺得你唔需要佢，你令到佢覺得你中意佢，佢就會覺得你有魅力。嗱，呢個係一般層次嘅魅力。但係有啲人有一種魅力係可以鼓動成個國家，甚至全個世界，造成一個運動，造成一個風潮。咁呢種人嘅魅力咧，就唔能夠用頭先嗰啲嘢去解釋。嗰一種魅力咧，就牽涉到心癮呢個 concept，呢個一路我講嘅 concept。如果你未睇過我之前啲片咧，我好快咁講一次。人嘅心理有需要，需要咧就係馬斯洛嗰啲自我價值啊、生物邏輯層啊嗰啲咁樣，我哋唔講嗰啲太弱。人嘅心理有7個人，呢7個人咧係冇得滿足嘅。你越要咧就越想要。人需要被需要，人需要被理解，人需要被赦免，人需要有希望，人需要覺得自己嘅思維係正確，即係人需要覺得自己啱，人需要覺得自己有得揀，同埋人需要得到一啲自己唔應該得到嘅嘢。你只要滿足呢7個心人咧，對方就會覺得你非常非常有魅力。而嗰種魅力咧，同我頭先嗰種魅力咧係唔同。頭先嗰種魅力咧，只不過係佢個人咧都幾好啊，佢呢個人咧想同佢出街玩嗰種魅力。但係而家我講緊呢種魅力咧係領袖嘅魅力，離唔開呢個人嘅魅力。點解啊？因為冇其他地方可以攞到呢啲嘢，只有喺佢身上先可以得到呢樣嘢。呢個就係領袖嘅魅力。所以如果你想 develop 一啲能夠做事嘅，可以推動一個機構、推動身邊嘅人嗰種魅力咧，你要研究好呢7樣嘢，然後用點樣用咧？所以如果你細心觀察身邊嘅人嘅傾偈咧，其實大部分都唔係一啲傾偈嚟嘅，一邊係講緊自己嘢，另外一邊咧就講自己嘢，講嚟講去咧。從第三方嘅角度睇咧，你根本唔知佢哋兩個係咪講緊同一個 topic 喎，自己講自己嘢喎。大部分嘅 conversation 都係咁。點解咧？其實大部分人嘅傾偈都係自己嗰個心癮嘅發作，想自己滿足自己嘅心癮，想對方理解自己，想對方需要自己，想對方赦免自己，想對方俾希望自己，想對方話自己啱，想對方俾啲選擇我，想對方俾一啲我唔應該得到嘅嘢我。就係一啲企圖，對面咧又唔俾喎，因為佢自己有啲嘢想要，佢想對方了解佢。個仔咧就想個阿媽俾一啲自由佢，俾一啲佢唔應該得到嘅嘢佢。個阿媽咧就想個仔需要佢，個阿媽咧就想個仔了解理解佢，孝順佢。咁呢兩個心癮嘅發作嘅時候咧，就係構成你翻屋企同阿媽嘅傾偈啦，以至之後嘅鬧交啦。嗱，如果你能夠做到喺傾偈嘅時候，你撳住自己嘅心癮，留心聽對方講嘢。嗱，唔好講有魅力，往往一個溝通能力高嘅人咧，其實佢主要係聽而唔係講。點解咧？因為你要控制對方，你要知道對方有咩弱點，你要知道對方喺呢一刻有啲乜嘢癮係發作緊。佢講呢句嘢係咩意思咧？點解佢講呢啲嘢咧 ？Read between the lines。佢個意圖係乜嘢咧？大部分情況就係呢個7個心癮。佢同我講呢啲咁嘢，譬如你係一個主管，咁跟住有個下屬走埋同你傾偈，講嚟講去不着邊際，你都唔知佢想點。
跟住佢話我加班做呢樣嘢好唔好啊？你可唔可以幫我簽呢個字啊？如果你好字面咁樣理解，你做晒呢啲嘢俾佢之後咧，佢都係唔走。咁你知道其實佢要嘅嘢咧就唔係表面嗰啲嘢。你再諗一諗，原來就係呢排你冇乜點樣同佢傾偈，你冇乜點樣同佢交流，而佢需要被需要，佢需要被注意、被理解，一個咁樣嘅下屬。你知道呢樣嘢之後，你同佢傾下偈，你話我哋 team 咧冇你唔得，講啲咁樣嘅廢話，甚至你俾少少嘢佢做，嗰啲嘢你知唔需要做嘅，但係你俾啲嘢佢做，佢就好開心咁走噶啦。一個叻溝通嘅人咧，係可以做到呢啲嘢，而佢嘅前提咧要知道有個咁樣嘅 framework， 有個咁樣嘅 program， 然後可以分析對方喺呢一刻需要啲乜嘢，然後俾佢。一個能夠推動一個機構，一個能夠推動一個文化，以至一個國家嘅人咧，佢知道嗰個羣眾嘅心癮係乜嘢。美國而家嘅心癮係乜嘢？美國需要再偉大，即係咩意思啊？美國需要乜嘢？美國需唔需要自由啊？美國需唔需要啱啊？美國需唔需要得到一啲佢唔應該得到？冇嘢係美國唔應該得到。美國需要啲咩啊？美國需要被赦免，美國需要希望。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啊！呢20年入邊，美國犯咗啲錯，美國人知自己做錯咗嘅。911走去打咗中東，打咗20年，佢知道自己做錯咗，佢需要被赦免，佢亦都需要一個希望 Great Again。OK 嗱，了解咗呢兩樣嘢嘅人咧，就叫 Donald Trump， 然後佢出嚟，然後佢差不多得到整個美國嚟嘅。同樣道理，你要培養一個魅力，你首先咧要撳住自己呢啲需要。每個人都有呢啲心癮嘅，但係 to the extent 你可以自己滿足自己啲心癮，然後滿足對方嘅心癮咧，你就有一個真正嘅魅力。咁點樣滿足自己嘅心癮？自我了解，有一個目標，唔好需要被需要，俾希望自己，赦免自己，做自己嘅價值觀嘅主人，真正認識呢個世界，知道自己啱，唔係需要覺得自己啱，自我解放同埋玩自己嘅遊戲。咁你就唔會想得到啲自己唔應該得到嘅，因為嗰啲嘢你已經係追尋緊。你能夠滿足自己呢啲心癮之後，你先可以有一個空間去俾呢啲心癮身邊嘅人，以至一堆人。嗱，咁所以你首先要俾一個目標吸引住，你要吸引身邊嘅人，你要自己俾一個目標吸引住。人有兩種，一種咧就叫人物，一種叫做人。人物就係有使命、有目標嘅，你已經將自己嘅生命奉獻咗俾一個目標嘅，嗰啲人有無限嘅魅力。哲古華拉，革命家，一啲好出色嘅 artist， 佢係將自己嘅生命奉獻咗俾某一樣嘢。OK， 馬丁路德金。如果你能夠揾到呢樣嘢咧，下邊嘅自然你可以開始自己滿足自己，跟住控制身邊嘅人。最後有一個 concept 叫做上帝情意結。一般人去到一啲有可能成功、有可能失敗嘅場合咧，佢就會諗失敗，得唔得？一種人，點解呢種人係冇魅力嘅，同埋佢失敗？因為佢喺度諗緊自己會失敗，然後佢所有嘅心思、佢所有嘅精力咧，就唔能夠放喺身邊嘅人身上，佢唔能夠滿足人哋嘅心癮。In fact，呢一種人喺呢個狀態入邊咧，佢嘅某一個心癮就發作緊啦，就係佢需要希望，佢需要贏，佢希望今次呢個決鬥或者呢個 interview 佢有得贏，佢係咁喺度諗。但係佢係會輸嘅，因為佢一路係咁諗自己可能會輸，自己可能會輸，自己一路係咁喺度 program 自己會輸，所以佢會輸。另外一種人咧係做咗輸嘅準備去決鬥嘅人，咩意思咧？譬如你要打個電話，譬如你要追一個女仔，你要表白，你要打 cold call，你要銷售，你要去參選。有魅力嘅人，佢嘅心態係我其實輸咗㗎啦。佢知自己輸嘅機會係大過贏嘅機會嘅，佢做咗呢個準備。嗱，大部分人做唔到呢一下㗎，大部分人係希望自己贏，佢唔計機會率㗎，佢唔理現實㗎，佢淨係希望自己贏。雖然 at the back of his head，佢會知道100個人得4個人贏，有96個人係攞唔到呢份工嘅，佢都覺得自己希望自己得到呢份工。佢帶住呢個狀態去咧，佢知佢帶住一個好脆弱嘅希望入去 perform。另外一種人已經死過㗎啦，佢知道100個人有4個人得，有96個人唔得，我當自己唔得先。但係我今次嚟呢個 interview， 今次嚟同你表白，今次嚟cold call 同你銷售，
我個目標就係做到最好 ，good show，good performance。我淨係玩自己嘅遊戲，我要做到我自己嘅最好。至於贏唔贏咧，你自己諗。嗱，呢種人係無限 effective，無限有魅力，同埋佢呢種人就算輸咗咧，身邊嘅人都會服佢。而呢個就係領袖嘅開始。佢帶住呢個心態咧，可以觀察環境，可以知道身邊嘅人咧有啲咩心癮發作，然後俾佢，然後 prepare for the worst，hope for the best。呢種人先係贏家，呢種人先係勝利者。咁所以嗱，呢段片我想總結一下，最重要你要了解人需要啲乜嘢，人嘅 program 係乜嘢。你只要俾呢啲人咧，人就會服你，人就會離唔開你，人就會好似蜜糖咁樣黐住你。第二咧就係你要滿足自己呢啲需要，你唔好靠人。你越靠人，呢啲需要越係靠人咧，你就越弱。有個英文叫 personal power， 你可以自己俾自己咧，你就有 personal power。如果你冇咧，你係 dependent on other person。咁人哋就有控制對於你嘅生命，對於你嘅生命，對於你嘅任何嘢。喺呢個基礎之下，學一個妙心，學一個 frame， 學一個睇法。有贏有輸嘅場合，準備輸先。我預咗輸，但我做到最好。如果你能夠做到呢個咁樣嘅境界，呢個態度，表現出呢個態度咧，往往你會贏。因為能夠做到呢種感覺嘅人太少啦。嗱，呢段片可能講太多嘢，但我真係好想錄呢段片。我想你得益，我想你贏，我想你出去做一個自己主宰自己生命嘅人，以至於你可以照顧身邊嘅人嘅心理需要。如果你對呢啲 topic 係有興趣嘅，下個禮拜我會有個 webinar 會講多啲。咁你如果有興趣嘅，你咪撳下邊個掣 join 呢個 webinar。我會俾多啲例子，我會俾多啲 case studies，同埋清清楚楚一步一步俾你知道人其實點樣一回事。好啊，拜拜。